112年，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谢彦强编号6号，齐翻成录音，张罗武、李登福研作。前一餐咩，不时会看到阿公坐到廊下看童书，书行拿笔紧写紧记，再行还会紧念，让日嚟当好，但是测试唔合。阿公讲，罗屋嘅屋灯琉璃瓦扣嚟，大层摊嘅防水塑胶布烂脱嚟，故所搭间屋都漏叉叉。这种防水布，细路厝会专业去做到，清洁快。10公年就会往一摆当麻烦，反而从国嘅工钱当上当。我想揾个铁行嘅兼阿眼皮，我做主持人，一天我想到同我模仿模式嘅好日脚。张做得通工，阿公同意嘅项目，我都冇学过，咩听唔识。萝卜到槟榔园地摆，用缝砖嘅结联动，密码指甲嘅竖行灯，兼凤凰色嘅琉璃瓦，远远看去，眨眼睛。係阿公後生時做嘅四合院，總共有15間，但係係冇結構，全家人使去幾行做生意，老木廠門到今有40多年。當日搶春阿公阿婆會去奧多拜轉去老木拜爺。前年阿公發覺天蓬當嘅樹行嘅。本朋友做槍槍，每間屋都談幾下機。去年上愛漲，唔過年房唔多，漲唔得。拖到今年睇啲東西嘅年房漲做得漲。年頭轉接轉落屋見阿公婆前幾日嚟。阿公要請清潔公司去表述一遍，方便子孫拜爺，順勢辦3樁作息，大家共下食飯，聯絡感情。不過去年開始，將琉璃瓦要跌下來上多人，2片房屋都有牽索嘅，禁止人員入去，好彩祖先有保佑。堂下嘅行角還好好，子孫正做得拜阿公婆。禮拜日轉去看槍園聽書摘槍嘅，看到摘木師傅拿定天機嘅，坐到白山蛋糕同行嘅祭團，我同行角做一下跌下來，砰砰棍。當地人講，43秒嘅推土機同廢料集中到禾塘，拖拉機停到路順，準備再去搭。阿公行上行下，秘書挖腳啲嘅指揮，就像撲天樣嘅討厭啲嘅撲一出去。阿婆咪當到客家詞牌，縫板。烏班中嘅本做事嘅師傅準點心，又泡一太茶館嘅乜嘅茶本記到啉。下一道轉去搶煙見搶嘅事，看到老屋已經變另外一處神樣，橙紅色嘅瓦片鐵皮木凳建好嚟，日頭就到橙紅色嘅鐵皮巷。下崗燦爛，
记下嘅奈水师傅伫嘅修补坏脱嘅白山同体内，水天师傅强下伫嘅张天凤顺水管呢。强势嘅槟榔烟度，一撮风暴雷，系子子孙孙心灵嘅寄托。落幕手掌前，手掌后嘅影像，永久都会留到我心肝肚。